第3个空格出现了。我们先来看第3题的选项有哪一些。了解这4个选项的意思后，才能判断出合适的答案。第一个，速度，得到。第二个，慢度，想到。第3个，期待，认为，觉得。第4个，老的，以为。接着，我们需要了解文章的意思。上面一句，特别阿妹想我表白一下。每次阿美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是會去聽人講過，危險係真實存在嘅。不過，我驚佢只唔係人嘅選擇。每次阿美想要放棄的時候，就會曾聽人講過，危險是真實存在的。可是要怕它，还是不要怕，是你的选择。一題我選哪個先後呢？是會慢度是聽人講過，危險係真實存在嘅，就會想到曾聽人講過，危險是真實存在的。所以這題應該我選第2個答案。好，訓練嘅高強度，佢了解到我看山洞燈該將嘅工具，聽出。第4題有4個選項，我們先來了解每個選項的意思後，再來判斷該選哪個答案。第一個，冇頭冇塔，意思是毫無頭緒。第二個，冇雜冇作，無法掌握，摸不着頭緒。第三個，冇按該，沒那麼容易。第四個，冇應該，不應該。好。前面一句是，佢了解到我看山洞燈該將嘅工具，聽出。我們將選項一一套用進去後，發現應該我選第3個答案，聽出冇按該。這個選項是最合理，也是最通順的。現在重新閱讀整篇文章，檢驗我們帶入的答案是否合適。阿妹上來熬滿漿，親像鹹魚下飯。夾把凍薑，阿妹如何讀到萬一冇個實？是前來貼心教練訓練阿妹。阿妹真好凍腳。徛個長流，也見來見衝。雖然遲到20日，不過佢看到7個嘅進步，未遲到懂得。想辦下練到歸心3元切，未當上台難。有時節無生意出上，加上愛表白，特別。阿妹想我表白一下，是為慢度是聽人講過，危險係真實存在嘅。不過我驚佢只唔係人嘅選擇。好訓練嘅高強度，佢了解到我看山洞燈該將嘅工具，聽出冇按該。透過閱讀文章的檢驗後，我們的答案依序填入1、4、2、3。